请咱用祈祷开始今仔日的敬拜。听咱祈祷的上帝，伊真爱咱徛伫破口的所在来祈祷，献上咱的感谢，献上咱的祈求。因为出于信心的祈祷，伊要成就。也将你的心思意念放伫上帝面前，求伊保守，互咱伫即时，伫伊的殿宇内底，条件伊的时，会看到伊的荣光。主上帝，阮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互阮有即个福分，伫你所定着的日，伫你所竞选分别做成的日，阮搁要一摆用阮的全人、全心、全意来敬拜你，来服侍你。求你安慰阮忧伤的灵，求你互阮看见你面的阳光。阮知伫你面前，若毋是你所允准，都无一项代志是袂发生。阮感谢你，感谢你算过阮的头毛，感谢你知阮所行所做一切，阮倒地，阮坐地，你拢保守，你拢知阮的心思意念。伫即时，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感答阮的心思意念，互阮看见，互阮看见，你是搁真搁活的上帝。阮倚靠你就无失望，阮倚靠你就有新的气力来面对阮头前的路站。感谢你听阮的祈祷，感谢你听阮的祈祷，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兄弟平安，平安。咱用信用告别来开始咱今仔日的敬拜。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前来受苦。钉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就天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你甲座位边啊，吼，左右的兄弟讲平安，耶稣听你，我嘛听你。我嘛听你。真欢喜伫即个分别做成的日，甲你做伙来敬拜，学了咱的主上帝。咱要靠着十字架的疼痛，来得到头棒，做得到头棒，也得到自由。愿主赐予咱的平安、喜乐、咱拢稳定满满。来就君主的时，咱地上的烦恼，伊甲咱安慰；来就君救主的时，肉体的病痛，伊也要使咱勇行。请咱好胆来到伊面前，甲伊求，毋免惊，毋免惊，来，咱来救主，我来救你，脱出黑暗的交界。脱出最黑暗的交界，主我求你，主我求你，你的冠冕的自由刻在，求主我来求你。肉体病痛
使用家。有特别听你使我勇敢，时时能将你使我活命，脱离我罪，这上帝力量，救助我来救你。脱出罪恶，黑暗的交界。踏出罪恶黑暗的高界，主我求你，主我求你，你的光明，你自由家在，救助我来求你。有特别听你使我勇敢，时时能将你使我活命，脱离我罪，这上帝力量，救助我来求你。离开见消失败的步径，主我求你，主我求你，也是你给的勇敢的心，救助我来求你。带着烦恼，你教我安慰；你是好风，你教我拨开。虽有艰难，笑脸的恩惠，救助我来求你。主，我来求你，主，我来求你。地上的烦恼，你就要甲我拨开；阮的身躯病痛，你就会使阮勇敢。甚至阮心神软弱的时阵，求你来勇敢阮的心神。感谢你，我愿意，我欢喜来到你面前，来求顾你。放下自尊，行我的心志。主我求你，主我求你，看你旨意，心情去甜蜜，救助我来求你。所有的梦，去你的行堂，有时怎么你帮我分担，亲像夕阳，顺转甲你等，救助我来求你。坚定甲主讲，愿意放下咱的家己的自尊。放下自尊，行我的心志。主我求你，主我求你，看你旨意，心情去甜蜜，救助我来求你。有时怎么
阮对着摆列恩谢的主，阮感谢你拥有我阮的头壳，感谢你听阮祈祷，阮愿意将阮的软弱放伫你的面前，阮愿意将阮的私欲、自尊、骄傲的心志嘛放伫你的面前。阮知来就近你的时，阮就会闪避惊吓密布的陷阱。阮来就你的时，阮就会举长享受你所赏赐的恩惠。阮真爱见你的面，阮欢喜来朝见你的面。主，阮来就你的时，你就赐平安、喜乐，互阮。阮感谢你听阮的祈祷。愿你的旨意伫正伫即个地上，愿你的旨意伫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咱用信心来宣告第一步二正的代志，请咱做伙起立来学乐咱荣耀的主。芥菜种的信心可以将大山挪开，相信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信心的祷告神都听见，大声地宣告勇敢向前。信心芥菜种的信心，芥菜种的信心可以将大山挪开，相信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信心的祷告神都听见，大声地宣告勇敢向前。大声宣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郁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阿门，在基督里都是阿门。芥菜种的信心可以将大山挪开，相信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信心的祷告神都听见，大声地宣告勇敢向前。大声宣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郁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阿门。再一次跟神说，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郁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阿门。在基督里都是阿门。在基督里都是阿门。再一次，在基督里都是阿门。在基督里都是阿门。我们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父神，请这神喜欢听我们信心的祷告，神喜欢听我们站在破口的地方为这地祷告，为我们周边身边的兄弟姐妹祷告，因为他爱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祷告的权柄，跟我们的主耶稣祈求。感谢神是我们耶稣，是给我们耶稣，我们靠着他可以得救。感谢上帝，好赏赐耶稣，让咱有救赎的恩典。感谢伊，圣经也安尼记载，伊听我，伊听我。
咱做伙来吟一首《耶稣听我，我知命》。耶稣听我，我知命，因为记载的圣经，细汉囡仔虽乱流，耶稣为救得赎。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有记载的圣经。圣经里讲，耶稣听我，耶稣听我，我知命，因为记载的圣经，细汉囡仔虽乱流，耶稣为救得赎。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有记载的圣经。哦，对倒位来，心情啥人知？耶稣你听我，这事我知影。好相信的路，谁人通我靠？耶稣你听我，我一生不忘。那孤单无伴，你的话充满。我若无路通行，你做我无遮。我爱亲近你，照你的旨意。耶稣你听我，互你来引带。你会使将你的心事交予咱的主耶稣，伊会听咱的祈祷，伊袂感觉你烦的，这么小事也来告诉我，伊拢袂安尼做，伊实在是听咱祈祷的上帝。感谢伊，互咱有通倚靠；感谢伊，互咱有通求救。风对倒位来，心情啥人知？耶稣
感谢主听阮的祈祷，感谢主耶稣听我的祈祷。我知你听我，阮的路站你会来引带，因为你是做我的牧者的，我就拢无欠亏半项。你伫我孤单无伴的时，用你的话来充满我，安慰我，互我知我所信的上帝，我所信的神，确实是过我过真的神。感谢你。感谢你，互阮即个福分来到你的面前，也为分别做成的日，互阮知你所祝福的日。感谢你，感谢你，伫做事的顶面，你也证明，甲阮讲，你耶稣听阮，耶稣听阮。感谢你做阮的帮站，感谢你听阮的祈祷。今仔日的讲台。所讲的你的话，帮助阮，真做阮路上的光，脚前的灯，帮助阮为阳光，你的名利益伫人，听的讲的拢得到造就，真心诚心愿意，愿你的旨意得成，亲像伫地，亲像伫天里。阮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哎，请咱继续祈祷哈。为着咱教会来公道，阮伫天顶的爸，阮感谢你，你怜悯阮，为阮来定死伫十字架，一日复活，一个进程，阮要将阮的心回转到你的面前，来将阮的所有心思意念拢放伫你面前。耶稣，你听我，你为阮流屎，你听我的心，用你的圣道来救我。主啊，你用你的圣召来召阮，互阮今日会使来到你爱主的国度内底，请你互阮一个足够的信心来倚靠你，将一切放伫你的面前，将阮的罪过，将阮一切的有忧虑落伫你的面前来讨放。主啊，感谢你。啊！你祈祷是奉靠阮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咱来请起立哈。请坐，来经文44，我来给兄弟来用。你的上帝讲，要安慰我的子民，要温柔对耶路撒冷宣布，因受压迫劳苦的日子已经满，因的罪责已经很清楚。因为着家己的罪，已经受到上主加倍的刑罚。有声话讲，就伫旷野准备上主的路，伫风暴收平咱的上帝的大路。逐个山谷拢爱甜又甜，大细的山头拢要掘互家，弯月的要解福德，坎坷的要受无平。上主的阳光一定显现，所有的人拢会看见。这声上主有安尼亲嘴宣布，有声讲，你着宣布，我讲要宣布啥物？着讲人拢亲像草，因的阳光亲像山野的花，草会干，花会谢。因为上主的开分伫顶面，这声人拢真正亲像草。草会干，花会谢。毋过，咱上帝的话永远袂改变。报好消息，互失业的人啊，
着上高山，报好消息，互耶路撒冷的人啊，要大声喊。着大声喊，毋免惊。对犹大的城讲：恁的上帝来啦！看，至高的上主要大权能来临。要用权力治理。看，伊抢转来的人要甲伊做伙来。伊拯救的子民行伫伊头前。伊要亲像牧者顾伊的羊群。要用右手用羊仔囝抱伫胸前。这声，伊要带遐的牧羊仔，树冷的羊母，稳啊行。咱请信歌队来献诗。请掀开周报哈，咱教会消息报告。来第一点哈，今日的花舞礼拜后，请幸福青年小组的学生同工甲新学生伫1楼的教室来参与第3届的同工会议，吼，请同工留意。第二点，咱今日艺术体甲艺能小组有潮州半日游哈。所以今日有参与的兄弟注意集合的时间，伫10:50，刚是10:50，对哈。好，10:50，然后咱来出发，请大家带着快乐的心情哈，欢喜出门，平安来会场。第3点哈，本会社区的曙光哈，叫做疗愈小生活园艺课程，吼，特别开课。伫4月11到7月初4，拢总有12堂，吼。伫逐礼拜5的下昼2点到5点，
欢迎兄弟做伙来参加，哦，邀请你的厝边甲你的朋友做伙来，详细的情形看公布栏，哦，的海报。有意愿的，哦，向毛淑慧长老要来报名。材料费是1000块的费用。第4点，4月27哦，伫这第一礼拜11点到12点之后呢，有举行一个社区的卫教讲座，从大肠癌防治看医疗文化啊，因为咱较侪兄弟吼，年纪拢较有啊，所以这一定要注意吼。所以来参加，嘛会使邀请咱的里面吼，甲厝边朋友吼做伙来，吼来学习，活出健康生活的财物。另外，迄个主日的华务礼拜暂停1周吼，请有参与的兄弟爱留意。第5点，为着制作吼5月11母亲节主日的回顾影片吼，所以为今开始呢，你厝里若有迄落一张还是2张，你家己甲老母哦，还是甲你上要感谢的人的合照的相片吼，请你甲你的姓名吼，甲你拍摄地点，甲想要对伊讲的话呢吼，拢甲写来交互咱的黄子安弟兄吼，甲4月27截止。来，咱即摆来读圣经吼，来，耶稣看见伊提头。甲伊甲大犹太人嘛提头，就真甘心切心。耶稣看见他哭，便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约翰福音13章33节。好，咱来读圣经吼，来。约翰福音11章32到35节，吼，由我先来读吼，32节。玛利亚到耶稣遐看到伊，就扑落去伊的骹前，对伊讲：“主啊，你若有伫遮，我的小弟就袂死。”耶稣看到伊伫哭，哦，歹势，我徛较头前咧吼。佮看到伊甲伊做伙来遐犹太人嘛伫哭，心真悲伤激动。问因讲：“恁家己葬伫倒位？”因应讲：“主啊，来去看。”耶稣流目屎。好，我们请小朋友来。大家好，我今天要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11章到32节和35节。32节，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那里，我兄弟必不死。”33节，耶稣看见他哭，并看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是以悲叹又人柔。34必说你们把他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35耶稣哭了。谢谢大家。请稍等，小朋友，请稍等。来，帮小朋友来祷告。来，小朋友，请到前面来哈。好，咱真欢喜，这细囝吼，咱请这细囝咱做伙来为着这细囝甲老师祈祷吼。来，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宝庆，去尿尿吼。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将这细囝放伫阮的顶面，无论家庭甲伫你的教会，阮拢献上感谢。
主啊，你是人民人的上帝，你是赏赐恩典的上帝。主，愿你亲自互阮明白，耶稣疼惜阮，也疼惜家己，要互阮会当伫陪伴细囝伫平安长大的内底，有上帝你通成做阮的上大的瓦靠。恳求上帝你赏赐互阮有智慧，伫陪伴细囝，毋若有火热的心，好好来陪伴因。嘛愿上帝你赐福，互这个细囝通过阮对因的疼甲关怀，互因的生命有使命、有感动、有气力，成做一个友好爸母，嘛敬畏上帝的囝儿。愿上帝你成做阮的帮衬，赏赐阮的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就常常伫祈祷的内底，为着厝里的细囝、家庭的囝儿来祈祷。阮相信，阮通过祈祷要祝福伫阮的囝儿，互因一生有上帝成做因生命的帮衬。阮相信，无论因行到倒落，上帝你的平安拢要对因到行到见主面的时。阮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嘛愿上帝你赐福。伫今日无论以事帖小组以及以乐小组，因要出外旅行的中间，愿上帝你嘛将平安赏赐互因，互因甲彼此的关系毋若建立，嘛互因伫彼此袂捌的人的中间，更加会当建立和睦相听，互人看做好佮尽忠的囝儿。愿上帝你赐福因，也带领伫阮今日的敬拜。同心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好，上帝祝福你们。今仔日吼，牧师来补充报告啦吼。今日咱嘛来介绍新朋友吼。欢迎杨小姐吼，杨小姐咱拍拍欢迎伊。好，本身嘛住伫遮附近啦吼。咱今仔日因为拄好，等下10:50，咱礼拜煞嘛，请咱会当堪伊请安吼，做一个熟悉。嘛伫楼骹的所在，阮拢有咖啡，会当啉一杯咖啡啦吼。今日嘛有即个真会的先生吼，张弟兄，我们拍手欢迎他，请坐，欢迎你来吼。嘛求上帝赐予咱伫今日的敬拜，拢充满着平安。咱嘛感谢社会长老吼，2礼拜对西安转来啦吼，伊去探访伊的查某囝啦吼。嘛求上帝继续赐福伫西安即个李新。甲小米酒，佮伊个查某囝叫永丰，赐福因伫遐生活，拢得着上帝顾守。咱佫一摆，咱嘛将下面的时间交互咱的新学生蔡尚恩，伊今日所要带互咱的主题叫做，甲你边的人讲，耶稣流目屎，你着爱注意听。好，咱将时间交互伊吼，多谢。姊妹大家平安。咱大多数的人伫教会中，伫信仰的顶面，已经应该拢大部分啦，拢有足长时间的信仰，足长时间做基督徒啊。亲像我自细汉哦，伫庄脚大汉，阿公就会骑迄奥多摆哦，带我去广南教会。后来爸爸叫我去台北做手术了后，我规家伙哦，阮规家伙就伫新生高架桥下面的迄个新生教会聚会哦。后来全家搬到台南以后，先伫大公教会，甲仁捌有委员拢是伫迄个时间哦。后来哦，阮厝附近的西洋教会，我搁去遐礼拜哦。到大学研究所的时阵，除了去教会，嘛有去校园的团契哦。一直到后面哦。出国到密西根，嘛去安阿伯迄边的教会。有一段时间，阮爸爸去原理教会帮忙，我嘛对伊去帮忙伊哦。后来就剩我伫台南嘛，我有时阵哦，除了去教会，我嘛去帮忙迄个洪恩堂，就是迄个浸信会的小组。会当安尼讲啊，咱大多数的人的生活哦，甲教会拢是分袂开的，拢是结合的。但是毋知
你有发现无？好亲像咱的时势，较年岁较少吼，较年少的一代吼，才有活力的青年哦，理论上，因的岁数应该比咱更较少吼，因伫信仰顶面哦，应该比咱更较有活力，应该比咱有较侪的热情甲追求。但是事实上是安尼吗？好亲像因看起来，大多数对教会拢无啥物热情，甚至有足侪拢无想要来教会。想者为虾米啊？因为我想我即摆对一个较大的方向来讲，咱会当观察，真正即摆有足侪的青年人，因伫教会无法度适应，因为教会好亲像永远拢敢若是啥物光鲜亮丽、美轮美奂啊！真侪人来教会拢无欢乐的感觉，但是其实事实上咧，即摆现实因的压力甲痛苦比咱以前更较大、更较悬足侪伫即个信息甲物质足丰富的一个时代囡仔人要准备的课业比以前更较侪啦。因仔面对的现实嘛比以前更较多元啦。因的人际关系也比咱以前更较复杂。因四周的朋友甲同学因的朋友可能是对啥物 FB 来嘛、Twitter 嘛、IG 嘛、Trade 嘛，对不对？种种网络顶面的社交软体来，种种新闻的来源嘛愈来愈侪，所以足侪愈来愈负面的新闻种种的诈骗嘛愈来愈侪。因要安怎办？我想今日圣经所记载的耶稣的这个故事，会当互咱一个真好的假释。这是约翰福音耶稣所行的7个新约内面上后一个新约，也是因为伊互拉撒路搁活的这个新约，造成后面的撒都该人甲法利赛人联合做伙将耶稣钉伫十字架顶。毋过今日毋是要来讨论这个新约，咱今日要来好好看耶稣。感受耶稣，咱做伙来看这边的经文对前一节30、1节开始，遐个甲玛利亚伫厝内安慰伊的犹太人，看到玛利亚紧紧出去，就对伊拍算玛利亚要去蒙里去遐啼哭。玛利亚到耶稣所伫的所在，看见耶稣，就拍伫耶稣的骹下，甲耶稣讲：“主啊！”你若伫遮，我兄弟就袂死。耶稣看到玛利亚啼哭，甲伊三角来的犹太人嘛咧啼哭，就真切心，阁真哀伤。兄弟姊妹，其实咱时常伫旧约看到耶和华上帝伊的怜悯、伊的安慰、伊的生气，甲伊的切心，来到新约。你嘛会看到耶稣时常嘛有哀叹，嘛会伤心，嘛会生气。咱基督徒上重要的学习是啥物？咱上重要的学习是学耶稣，是学习耶稣的教示，是学耶稣。咱会当看到耶稣并毋是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耶稣伊是用行为、用行动甲受压迫的人徛做伙，甚至陪因哀伤，陪因流目屎。亲像这经文中，耶稣看到玛利亚的目屎，伊并无微微啊笑对玛利亚讲：“啊，玛利亚你莫哭啊啦！你的小弟拉撒路已经升一步去天堂啊啦！”耶稣毋是安尼讲的，耶稣是安怎做？经文讲甲足真实的，耶稣就心里哀叹心内底就哀怨哀叹，足切心，足忧伤的。兄弟姊妹，咱大多数的人伫教会足久啊，有发现吗？其实咱对敬拜的解说，往往注重是啥物？敬拜敬拜的人爱用一个优良正面正确的方式、喜乐的方式，甚至应该讲咱内心认为这才是正确的一个方式。毋过，现今有足侪足现实的状况。牧者若是要讲圣经
讲到圣经中内面的种种的描写苦难的册，亲像约伯记、大先知、小先知册，大家拢无爱听啦。诗篇内底嘛有足侪真哀伤的诗歌，大家当然嘛无想要听。有一个报道家叫大卫包森我的爸爸足爱伊的，佮买即个人的册送我。大卫包森有因为一件代志感叹，伊有一本讲到的主题就是讲地狱。伊讲啥物？地狱内底是为着啥物人被办的？等，讲到足严肃的，结果咧，大家拢无爱听啊，也无反应啊。毋过到最后，发现一件代志，奉献加一倍。我想听到这，大家为什么安尼？大家应该拢知影问题出伫倒位啊。毋过，大家有发现无？今日伫教会中，毋管是祈祷啊、敬拜，内心好亲就感觉，我只会当强调爱感谢、爱感谢、爱感谢、爱感谢，互人感觉你用喜乐的心灵来敬拜，也是敬拜上帝的人啊，亲近上帝的人，拢一定是心中充满喜乐的人。毋过，教会带互人的目的只有安尼尔吗？其实真侪人来教会，可能伊是带着哀伤，可能伊是希望得到支持，可能伊是希望得到医治，希望得到帮助。真侪人希望会当伫教会自然展现伊家己，但是教会是啥物状况呢？教会好亲像富丽堂皇、美轮美奂啊！每一个人拢只有正面的称颂，好亲像来教会就甲这个世界脱节啊，无连结啊，一点拢不真实、无真实。甚至有人讲到，为什么青少年的人会流失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青年人因的个性足真的，因爱就是真实，结果看到教会的现实，甲真实的社会、真实的世界斗袂起来，遮尔啊无真实，甚至因会怀疑，这敢是假的神，渐渐就离开啊。所以，咱来想一下，啥物是真实？咱做伙来思考，即摆新闻咧讲啥物？即摆世界状况是啥物？这是一个混乱的世界，混乱的世界，疫情世界大，人的心中拢充满惊吓，物价一直咧起，厝价已经起到大多数拄啊出社会的青年人拢买袂起的地步。罗斯啊，甲乌克兰的战争已经超过3冬啊，土地拍荒，超过1000万的人流离失所，无厝通住，其中有超过800万人变做难民到四周围的国家去，甚至引起全世界的粮食危机、甲能源危机两边死亡的人超过8万人。无久以前，罗斯奥甚至特别将几啊万名的儿童囡仔乌克兰囡仔刷到俄罗斯去我想恁应该晓会着，因为什么安尼做？当半前以色列的军队入去加沙走廊，对巴勒斯坦强势的镇压，百姓嘛是死伤真济。以色列不断放炸弹，现今佮差不多有2万名的啥物？迄边的巴勒斯坦人佮迄个尸体尸体佮缀伫建筑物的下面。兄弟姊妹，现今的世界是一个真侪人啼哭的世界，即摆的世界是一个足侪人拢需要安慰的世界。我想，任何一个人只要看到这世间种种的无公义，听到战火下面的人的哀哭，我想，遐个欺负别人、压迫别人的歹人，看到因嚣张的面相嚣摆面相，无论你是天顶的使者，还是地面上的使者，无论你还是我，拢袂违背良心讲平安啊，平安啊！有平安无？有哦，拢有哦。
事实上是无嘛，对无？因为即个是啥物？这是假的平安，这是假的平安，是凊凊彩彩得到的稳定。亲像哦，共款是受掠的时阵，祭司耶利米，伊讲啥物？伊对迄当时的假的先知讲啥物？伊讲对先知到祭司拢行诡诈，因凊凊彩彩哦，伊伫我百姓的上讲平安啊，平安啊，其实并无平安。逐位若是硬要亲，即个就是平安的信息。安尼，咱一定是吼无挂入别人痛苦的宗教。互人伤心的是，即马足侪基督徒拢会想到伪善。什么是伪善哦？甚至有人会称作哦，这是基督徒式的伪善。什么意思？因为咱毋是完全的人，每一个人拢有伊的缺点，拢捌吼对无毋对的代志吼会出声。甚至有的人知影哦，我家己的软弱，我家己的软弱，我家己黑暗的想法，我知影我家己无够好，无够完全，我是有罪的。咱知影咱的软弱甲挫折，咱知影咱的失落甲哀伤，但是咱永远互别人看起来是啥物？是光鲜亮丽，是一团和气，好来好去。教会好亲像永远只有啥物？正面的声音，无艰苦，无体靠，甚至咱常常需要伫镜的面前来练习，安怎看较水，会当包装家己的言行哦。咱每一个人伫无共的时代、无共的时期、无共的阶段，自然咱拢有无共款的烦恼。讲敬拜中每一个人拢会当唱出。我的心大欢喜，我的嘴要吟诗嘛。咱甚至哦，有可能会产生这个想法咯。哎呀，若是你即马游玩，搁咧烦恼你内心的问题哦，你就袂当真诚来敬拜上帝。即马像你来面对的问题哦，等伫边啊，放一边啦。咱伫上帝殿内面吼。莫为着世俗来挂虑、来烦恼，独独自信伫上帝就好啊，学了伊的名就好啊啦。听起来好亲像足水的。渐渐，悲伤已经伫教会的礼拜中消无啊。伫华人社会的主流的基督教的敬拜的仪式内面对上帝提靠，求上帝来解决苦难痛苦的难题。会互人认为，这就是你无信心啊，这就是你软弱啊，你软弱。来，你若是掀开即马主流教派因的敬拜册你会发现诗篇内面哀歌的诗，足少咧看到，明显互人排除啊。真侪教会已经无留一块所在，将这世界所发生的苦难，真侪教会已经无伫祈祷甲敬拜中。留有任何的空间，互人表达向上帝的哀叹、抗议、甲求救，甚至是反对、求问的声。其实，咱需要思考，是毋是这信仰有出了一寡问题，还是这信仰根本就无咧处理悲伤甲苦难的能力？伫新南伊的时阵，礼拜三周间的礼拜，拢会举行白讲道的操练。每一个礼拜，我就看到同学因咧做敬拜设计，拢是咧训练，主要拢是训练啥物？强调爱喜乐表情啊、笑容啊、学乐的口气啊、开口安怎啊，期待甲愿望的表达的方式啊。我忽然发现，好亲像咱的敬拜的定数当中。完全无留互悲伤、破碎甲交易有任何的空间甲时间。咱有充足，咱有足侪时间来处理啥物好，处理喜乐，处理欢喜，处理啥物祈求。毋过，咱敢若有承认有苦难，承认这世界有足侪悲伤的事，当作一定是你信仰无好。
一定是我信用无好。结果悲伤来的时，咱毋知要应该要安怎来处理，也是正确表达咱的烦恼。因为咱毋捌、袂捌练习过，要安怎入捌，要安怎接纳咱的苦难，要安怎表达咱的悲伤，要安怎处理身边会友因悲伤的能力。所以面对邪恶甲苦难，咱永远唱着正面的诗歌来表达，却毋是甲受伤的人做伙啼哭，甲至高的上帝做伙悲伤。因为有一寡教会无法度容不下咱负面的经历当因悲剧来临的时阵，因拢准备无够。人也会晓爱好心你内心正确真实的感情，因无法度容忍负面，所以规气就甲因藏起来藏起来。所以真侪青年人因对教会产生这是无真实的感觉因可能发现出社会才发现这世界才是真实的，教会好亲像是虚假，甚至是无必要的。因着算互长辈扭来教会也是创造一个虚假的身份。这个身份代表我永远无问题，我足好，我永远无问题所以教会要安怎办？教会有一个领袖叫做，伊嘛是旧约的学者，叫做 Christopher Wright， 伊有讲有一种压力，互人互咱对家己的认知变甲麻木当作好像有悲伤还是痛苦的感觉，才是敬虔。认为你只有展现你的笑容，安尼才是你有信心。结果咱用虚情假意虚情假意的言语来敬拜，甲真正真实的感受，甲内心的痛苦压伫内底。兄弟姊妹，教会要安怎互青年人，要安怎互你身边的人感受到这是真实的？要安怎真做宣扬平安信息的使者？第一点，你要知影，你着承认这世界是充满种种的不公不义的真实。所以安慰毋是个人心灵的感觉尔仰望甲体会上帝的安慰。首先，咱爱检查咱家己是毋是有可能会违背、会离开上帝的心。第二点，哭吧，莫阁互别人讲基督徒死拢无人哭。真正有足侪外口的人会安尼讲因为咱伫教会阁强调你爱仰上帝、祈祷甲学乐，但是嘛莫袂记住圣经内底足侪本册亲像我请安的时阵去迄个加利利宣教中心嘛，咱就掀开掀开哈巴谷书来看，内面就是向上帝求救，上帝，我要抗议恁哪安尼对待我？亲像耶利米册是讲啥物？足侪本册，甚至咱读着诗篇嘛往诗篇内面拢是啥物？咱只有看会到俄勒的诗，却绕到诗篇内面哀歌的诗比俄勒的诗更较侪。保罗伫罗马书11章15节提醒咱，爱甲喜乐的人同欢喜，爱甲体哭的人做伙哭。毋过，即马教会简单只会当找着喜乐的笑容，却禁止哀哭，赶走悲伤。当咱想要互教会变做安慰人的平安所，支持人伫内面面对苦难的所在。毋过，咱的方式却互教会变做啥物？无苦难的场所，打造教会成没有苦难的场所。所以你来教会，你只会当听会到正面的声音、正面的见证，听袂到负面的啼哭负面的啼哭伫教会内面你听袂到绝望、悲伤
孤独哦，还是惊吓，还是愤怒哦、伤心的情绪，嘛无啥物，嘛无质问上帝，嘛无哀怨的，嘛无法度去面对你的失败、你的意外、你的灾害、你任何负面的状况。一般来讲，即马咱的共识吼，往往是啥物？你若是失落，就是有问题哦；你若是悲伤哦，你就是有问题哦；你若是啼哭，你就是有问题哦；你若是惊吓，就是有问题哦；你若是生气，你嘛是有问题；你嘛是质疑，你嘛是有问题；你若是失败，就是你有问题。咱再来继续看今日的经文。请，互我慢慢来读，34节开始。耶稣讲：“恁家底伫啥物所在？”伊就甲伊讲：“主啊，来去看。”35节，耶稣流目屎。36节，犹太人就讲：“你看，伊听这人到安尼。”约翰福音35节，这节吼是圣经内底上帝的经文。原文哦，只有达罗沙和耶稣。圣经内底耶稣的口，甲玛利亚也是其他犹太人的口，用的字是无共的。咱想看觅啊，耶稣伊受到乞求，受到鞭挞。甚至吼，互犹太百姓哦送伊去吼，互罗马政府哦钉伫十字架顶，伊拢无哭。但是伊去耶路撒冷前的最后一站哦，后一周就是受难周哦，受难的节期啊开始啊。伊去探访伊的朋友，却陪因哭。玛利亚甲其他人的哭，是面对伊的亲人朋友死亡所流落来的目屎。耶稣的目屎是因为伊为着马达、玛利亚，伊为着人类面对苦难，因为人的心会忧闷痛苦，所以耶稣流了同情的目屎。可能将这圣经节吼考起来化解的人哦，看到这几个字，伊的手会停落来。我相信伊是发现啥物。所以，伊才会特别将这几个字耶稣流目屎，考做一节。嘛，可能是伊互这个故事感动着，所以伊放了伊手头的工课，停落来，嘛做伙流目屎。圣经甲咱讲，耶稣哭啊，只有这短几个字的经文，咱需要慢慢啊看，用心来看。假使你看到经文，甲我看册做慢慢，有同款的速度吼，慢慢啊看，相信你嘛会感觉到，甲我有同款的感动。较古早从圣经在画节的人哦，嘛有同款的感情，感觉这个所在，真正你会想要停落来，慢慢啊，搁读一遍。所以，靠有啥物通好见效的？咱来学习耶稣的款式，叫做传递上主安慰的使者。当咱发现主为着伊的朋友拉撒路的死，为着玛利亚的痛苦、马大的痛苦，流目屎时，根本伊就要怪伊啥物？伊就要怪伊别人是有看到伊咧哭，还是听到伊咧哭？安尼，咱为虾米爱将哭当作是见笑？大卫伫诗篇51篇讲，上帝所爱的罪就是忧伤的心。上帝啊，忧伤痛悔的心，伊无要看轻伊。伊也伫诗篇56篇会祈祷讲，我会流落，你拢继续，求你将我的目屎收伫你的皮囊哦。这欠无记载伫你的册顶悬吗？上帝伊掠着人的目屎，而这画面哦，充满着感情，充满着记忆。伊看到咱的悲伤，却无看轻
亲像耶稣来到伯大尼，甲马达、玛利亚顶天哭的人，杀甲悲伤共款。上帝甲咱也是杀甲悲伤，这就是上一只的安慰。兄弟姊妹，因为耶稣流目屎，咱知影伊毋是高高在上，伫顶悬哦看世间人的苦难，伊是安怎？也是因为耶稣哭，互咱亲亲体会到这位救主，甲伤心的人做伙，甲面对病痛的人做伙，甲受苦受难的人做伙，甲受压迫的人做伙的人，伊是甲因徛做伙的主。圣经提醒教会，什么是真实的疼？圣经提醒咱，真实的平安是啥物？苦难虽然足残忍的，嘛足现实的，毋过一定会过去。咱每一遍讲有平安无，只是要甲欢喜的人哦，撒甲讹了。你搁靠，你应该愿意甲悲伤的人撒甲啼哭。真做一个基督徒，毋通哦，惊讲哦，家己的软弱甲苦难，互别人知影，毋通歹势吼，甲痛苦的人、困难的人哦，徛做伙。咱常常需要人的陪伴，当然嘛，无一定爱叫你吼去乌克兰哦，嘛无一定爱叫你去加沙走人哦。其实可能就是咱咧行路的时，对周围的人会招呼；咱坐落来的时吼，对隔壁会笑容。看到有需要帮助的人，伸出你的手；看到有人受到侮辱的时阵，甲伊徛做伙。知影有人拄着苦难的时，安慰伊。咱做伙来祈祷。主，感谢你伫阮生命中的引带，你是知阮的软弱，恳求你带领阮。现今的世界充满混乱，战争不断，人心摇动。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超过3冬。以色列甲哈马斯的战争对巴勒斯坦造成真大的伤亡。缅甸前2天发生规模超过8级的大地震，也造成足侪的死伤。主啊，阮需要你的安慰，阮需要你的平安，阮也需要你照光阮头前的路。求你光照幸福的人，也照体哭的人。生命中就算有无好看的所在，有痛苦的时阵，因为你会疼叹甲怜悯，阮就得到安慰。因为你是我的牧者，有你的陪伴，阮就袂惊吓；有你的引带，阮就得到真正的平安。若有是有啥物欠缺的一切事，主你拢知，请你扶持。等下有2个小组要去潮州旅游。请主保守因的路程，也请主保守每一个人的出入，因的生活，因的家。主，阮所欠缺，你拢知，阮将这个摆列伫你的面前，求主你保守，继续带领，引带阮。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用诗歌来回应今天的讲道哈，来请 Kitty。主必护我，
请坐。即摆是咱奉献的时间吼。你若是第一届来，也无了解奉献的意义，请你毋通奉献吼。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享受甲收回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委身，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使命，我确信奉献是使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和怜悯赐予我，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秘信，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来，咱继续起来。读这圣诗，念伊换好，神学生来替咱祝祷吼，来做伙来吟。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恩典。主啊，感谢你，伫这时刻甲咱同在。主啊，咱是做安慰的使者，应该甲需要安慰的人徛做伙。咱应该甲需要帮助的人徛做伙。主啊，求你赐平安，赐安慰互阮，也求你。互阮有这个心，将你的信息、将你的安慰、将你的平安，真真正正、真真实实传达出去。主啊，求你的帮助，求圣神的引带甲带领。主啊，求耶稣基督的怜悯，一直甲咱做伙，
一直甲咱做伙，也甲你的厝边做伙，也甲你的朋友做伙，也甲要出外旅行的朋友做伙。而且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立倒吼。好，来闭会。